生產商咧，佢淨係批出一個分銷商嘅啫，就係仁孚車行。所以咧，如果佢想揸 Benz 嘅時候咧，一定咧就要係幫襯呢一間嘅。係唔該，係啦，一定要幫襯呢一間嘅。明白啊？嗬，係咪啊？呢個叫獨家市場咯。OK， 嗱呢個容易啲理解啦。好啦，咦冇咯喎。好啦，跟住第三個類型，即係有橫向協議啦、縱向協議啦，同埋呢個叫合併。合併大家好熟㗎啦，係咪？好，咁啊橫向合併係指咩啊？相同產品，係啦，相同生產階段嚟嘅，即係譬如惠康同百佳合併，即係咁咯，或者 7-Eleven 同 OK 去合併咯。好，咁會有啲乜嘢結果㗎？就會令到市場上廠商數目會減少嘅。咁市場競爭就會少咗㗎啦 ，OK？ 係啦，更加大嘅支配能力啦，咁樣咯。好，咁呢啲你都唔知㗎啦，你哋已經啊，譬如新世界第一巴士公司收購咗城巴咁啊，你都唔係好知㗎呢啲啊。好，或者06年啦，國泰可能會知道多少少，國泰收購咗港龍啦，係啦。咁跟住其實07年咧就九廣鐵路同埋地鐵係合併咗啦，知唔知㗎呢啲？唔知啊，而家你係知咩線羅湖線嗰啲嘅啫，係咪？落馬洲線嘅啫，係咪啊？睇下邊度容易啲去邊個關口嘅啫，大家點知咩公司啊？係咪啊？好，話俾大家知啊。好啦，綜合合併，咁綜合合併咧，咁啊分咗前向後向啊。不過喺呢個 topic 咧，其實咧都唔要你分類嘅，喺呢個 topic 唔需要嘅。記住選修單元咧就唔需要分類㗎啦，你就知合併就得㗎啦。好啦，綜合合併嘅意思咧係唔同生產階段合併啊嚇，廠商可以上一個生產階段。亦都可以同下一個生產階段咧去到咧合併嘅 ，OK？ 好，例子，咁我啲唔多講啦，因為我哋以前都講過㗎啦 ，OK？ 好啦 ，C 潛在競爭者合併，好啦，咁潛在競爭者啦合併啦，即係例如咧佢咧預計到咧某一個好強勁嘅生產商啊，佢就先發制人啦，就同佢合併咗先，係啦，成為自己人啦，就唔會同你爭啦 ，OK？ 好啦，潛在競爭者嚇 ，OK？咁呢個合併可以消除乜嘢啊？消除乜嘢啊？潛在競爭咯，係咪？好啦，咁 example 係咩咧 ？Google。OK， 好啦，咁 Google 咧就收購咗呢個 YouTube 啦。OK， 好嗱，呢個緊要啦，第四非常重要嗱，其實全部都重要嘅，呢個都好重要，呢個非常之重要啊，第四嗰個記住啦。好，自己寫低。自己間住濫用市場權勢，呢個第四種嚟㗎啦，有冇啊？冇。Willie。咦？哇嚇！哦，竟然冇啊！哦，唔緊要，打開書啊，大家唔使擔心，我都係從書抄出嚟嘅啫。OK， 好，唔使驚啊！好啦，萬大事都有書。OK， 好，咁揭開書第幾版啊？望望先。我影俾大家啦，直頭係啦，好少啫嘛，呢度啫嘛，爭呢一點啫嘛，係啊，爭呢一點啫。幾多版話？60係咪？係60、61、61。好啦，抄低呢度啦，好緊要啦。濫用市場權勢呢個第四類嚟㗎啦，反競爭行為叫掠奪性定價。OK， 咩叫掠奪性定價咧？就係咧。以本傷人啊，簡單嚟講，以本傷人啊，即係咩意思啊？佢咧將個價錢咧定喺生產成本之下，係咪以本傷人啊？趕走啲咩人啊？先趕走啲咩人啊？呢個壟斷者，細嘅廠商咯，將潛在競爭者逐出市場。好啦，呢句都仲要抄低佢，係啦，細嗰啲廠商先頂唔順。就走㗎啦，咁啊剩翻去繼續雄霸市場啦，咁到時佢繼續慢慢加價咯，係咪？係啦，呢一句記住掠奪性定價個定義啊，將價格定於生產成本以下 ，OK？ 好啦，記住呢個名係濫用市場權勢嘅掠奪性定價。咁咩人先可以做到掠奪性定價呢？咩嘅廠商？邊類型嘅廠商？佔有率好高，市場佔有率好高定好低啊？梗係好高啦，係啦，好高啦。
OK， 好，抄到啦嚇，係咪啊？未，好。第4種啊，呢個 OK， 好，好啦，重要啊，明白。好啦，跟住然後反競爭行為嘅影響咧，嗰次睇片睇咗啦，我哋好第一競爭者減少，好啦，減少個競爭者啦，好啦，寫低啦，價錢較高，價錢會較高，好啦，上升，降低個產量，好啦，都照抄啦，降低個產量，產量少咗，供應商數目少咗 ，OK， 好啦，咁照背嘅啫呢啲，背粉紅色嗰啲得㗎啦。好啦，消費者缺乏選擇，好得唔得？消費者缺乏選擇 ，OK 啊，好，第5個效率損失，係啦，未能夠達到最高啦。咁大家上次都背咗4個出嚟啦，係咪啊？記得啊，背晒4個出嚟啦，大家已經好，咁啊背3、4個都夠㗎啦。好，得唔得？咁記住嘞噃 ，OK 啊嚇，好，咁反競爭行為就講晒啦。咁反競爭行為嘅影響都講埋啦。好啦，剩翻咩未講啊？剩翻咩未講啊？好啦，呢啲 MC 嗰啲稍後先講啦。其實我想講選修單元有冇 MC 㗎？係沒有㗎，係沒有㗎，係啦，係冇㗎，全部都係答問題嚟㗎，係啦 ，OK。因為選修單元只會喺 Paper 2出現嘅啫。得唔得 ？Paper 1嘅 MC 係全部必修單元嚟嘅，係啦。OK， 好，咁我哋呢度咧就講呢度啦。跟住好競爭條例，好競爭政策第幾版啊？後下邊嗰度啊就係、有冇啊？有啦。OK， 好競爭政策2015年12月開始嘅，係啦。咁年份都唔緊要嘅，有冇呢啲都有啦，係咪？都有啊。好。咁跟住咧，然後咧就第一，個主旨係咩啊？競爭條例嘅目標係啲咩啊？好，咁照間住佢嘅啫。禁止妨礙啦、限制或扭曲係香港競爭嘅行為啦，或者禁止大幅減弱喺香港有害競爭嘅合併啦，同埋設立咗嗰個競爭事務審裁處同埋委員會咁樣咯。OK， 好啦，目標就係咁。好，涵蓋範圍係所有行業嘅，所有行業嘅，冇嘢可以豁免嘅，冇行業可以豁免嘅，得唔得？好，咁亦都有其中一個嘅競爭法咧，就係監管呢個電信行業嘅嚇 ，OK？ 好，咁跟住啦，呢度啦，第2理據，好啦，要知嘅嚇，背3個，係啦，我講明啦，背3個。好，第1個提供法律依據。好，咁寫低啦。咁啊，提供一啲法律嘅基礎啦 ，OK。好啦，第2個改善營商環境，希望有一個公平競爭嘅環境，係啦。好，咁啊一樣的規管啦，有一個公平嘅市場啦，吸引啲外資啦 ，OK。好啦 ，C 促進競爭同埋提升競爭力。係啦，促進競爭啦，提高各行業嘅效率啦，係啦，呢個理據嚟嘅。好 D， 提高透明度同埋維持市場紀錄係啦。咁啊，即等咧，其實咧知道咧咩叫競爭法，即其實佢哋公司都要派出啲員工咧去接受培訓嘅，因為其實。佢唔能夠話，我唔知道個競爭法我唔知犯法，係無知都係罪嚟㗎嚇，知唔知啊？係啊，咁所以咧係唔能夠唔知嘅。咁佢就算唔去上堂、唔去受訓咧，其實都係犯法就犯法㗎啦。好啦，咁啊清楚發生咩事啦 ？OK， 好，跟住咧，然後啦，下一 part 啦。制定競爭條例嘅顧慮或者關注，好加翻關注呢2個字，有時會問關注嘅，係啦，呢個都會考過㗎嚇，都要知道嘅。
好，有咩關注啊？咁有機會增加咗嘅營商成本嘅，因為佢哋要去到做培訓啦，係咪啊？增加咗啲營商成本，同埋都要諗一啲咩策略各樣嘢啦，係啦，好，增加營商成本，好 B 啦，差唔多字啊 ？OK， 好啦 ，B 干預正常嘅商業運作啦，好啦，干預咗啦。因為可能咧有啲嘅公司咧就會去投訴啲競爭對手啲營商手法啦，咁可以干預咗佢嘅正常商業運作嘅。好啦 ，C 啦，加強立法並非促進競爭唯一同埋最佳嘅方法。好，咁啊呢個行政手段也有效遏止反競爭行為啦。OK， 好，咁啊呢個都係背一背佢啦。好，第四啦，競爭條例嘅限制。好，咁要考慮目的同埋效果嘅關係啦。好啦，咁要知道咩叫操縱價格啊、合謀定價啊、圍標啊、市場分配係咩意思啊，都要知嘅。OK， 好，得唔得？好啦，最後啦，哇！呢一個考㗎嚇，呢個經常都考啊嚇。好，要知道咩叫第一行為守則，同埋咩叫第二行為守則。好，記得第一行為守則係禁止反競爭嘅協議，經協議做法及決定。好，咁我想問啦，通常係發生喺頭先反競爭行為嘅邊類多啲啦？好，反競爭行為有邊幾類啊？我想問，有4類啊嘛。第一類橫向協議，第二類縱向協議，第三類合併，第四類濫用市場權勢。咁你覺得第一行為守則係規管邊一類反競爭行為啊？阿泳兒，橫向、縱向。橫向縱向係咪啊？係啦，冇錯啦，橫向縱向，啱啦。好，第二行為守則咁寫明啦，就係禁止個別廠商濫用市場權勢咯，得唔得？OK， 好，明白。第3個行為守則咧就叫合併守則，禁止企業進行大幅削減競爭嘅合併。咁呢個守則咧只適用於電信業嘅啫。咁即係話咧，如果咧你而家用緊啲乜嘢嘅網絡㗎？3啊，係咪啊 CSL 啊？咁如果突然之間話 CSL 同埋3啊 Smart 通啊合併得唔得㗎？係唔得㗎嚇，因為咧合併守則係禁止啲電信行業合併啊嚇，係啦，唔得㗎，淨係適用於呢個電信行業嘅啫，呢個合併守則。好，明白？好啦，豁免同埋豁除嘅情況，有咩可以豁除返啊？好啦，例如企業屬中小企。OK， 好啦，點企業屬中小企啊？好，有啲咩豁免咗啊？可以年度營業額少於2億港元的廠商就可以豁免遵守第一行為守則啦。即係如果佢啲協議嗰啲廠商咧，係啦，佢哋個營業額咧係少過2億咧，咁其實咧都可以豁免到個第一行為守則嘅。當然咧有啲叫嚴重反競爭行為，你知咩叫嚴重反競爭行為？你估下，有幾種係叫嚴重反競爭行為嘅？有邊幾種係嚴重啊？你覺得邊啲係好嚴重啊？合謀定價嚴唔嚴重啊？
係嚴重㗎嚇，合謀定價係嚴重，呢啲唔豁免㗎嚇。仲有冇圍標啊？都唔豁免㗎。如果佢就算係個營業金額少過2億，因為呢啲係嚴重嘅反競爭行為咧，都唔獲得豁免㗎。呢啲叫嚴重嘅。好啦，得唔得？O 唔 OK？好啦，咁啊，主要呢兩種其實都仲有嘅，係啦，不過俾你知道啦。好，咁如果咧第2行為守則係規管咩話？濫用市場權勢嗰啲啊嘛，係咪啊？如果佢嘅年度金額咧少過4000萬港元嘅廠商咧，就豁免咧遵守第2行為守則嘅，得唔得？O 唔 OK？得啊，我係咪啊？好啦，咁我就睇下咧，究竟咧，咦點樣考嘅咧呢一課？好啦，打開書啊嚇，好書望一望。好啦，打開書，係啦，睇一睇68、69。好，而家望一望即刻68、69，書68、69，係啦，要點樣去分類就係咁樣考啦。好啦，望一望先啊，大家。好，按咗我做咗佢喎，69啊，做咗，係啦。好，即係影一影呢個雞。好，我哋一齊望下點樣考嘅呢？好，廠商通過以上兩種做法，分別參與咗哪種反競爭行為？呢個係橫向定縱向協議呢？好 A 嗰度，好一呢個係邊種反競爭行為？咩話？縱向啊？咁我想問係邊種反競爭行為係邊種？因為呢度1分嚟嘅，呢度1分嚟嘅，叫咩名啊？聽唔到？聯合抵制係嘛？係咪聯合抵制啊？阿子豪覺得咧，聯合抵制係啦，冇錯啦，聯合抵制嚟嘅。OK， 好啱。所以呢個窿係填聯合抵制。係咪呢個窿？唔係填咗個窿添。好，聯合抵制嚟嘅呢個。要識分嘅話，到時冇得揀嘅喎，要識寫同埋要識分。聯合抵制。好，聯合抵制係屬於縱向定橫向啊？橫向㗎嘛，係咪啊？係啦，橫向嘅。係啦，就要咁樣咯，咁樣分咯，識分咯。俾個句子你就要判斷啦，得唔得啊？子英 ？OK， 好。第2個。呢個又係屬於咩呢？一間運動服飾嘅零售商拒絕遵從生產商定下的建議價格，控制轉售價格係咪啊？好 very good， 識分喎，大家好好喎，係啦。好，控制轉售價格，屬於咩啊？縱向定係橫向？縱向係喎。幾好啊，分得唔錯。縱向協議嚟嘅 ，OK， 好。好啦，跟住咧就第2 part 啦，思考兩種行為嘅影響啦。咦？點咧？解釋兩種行為分別如何壓抑競爭？點樣壓抑競爭？聯合抵制點樣壓抑競爭咧？Very good， 好好，係啦，啱啦。新廠商進入市場，確保現
現有廠商嘅市場佔有率點啊？係啦，冇錯啦。好，咁第二嗰個咧，控制轉售價格咧，會令到個競爭點樣壓抑法啊？啊，個價錢都一樣嘅喎。個價錢都一樣嘅喎。減少咗咩啊？零售商之間嘅咩啊？價格競爭係啦，冇錯啦，減少咗價格競爭。有兩級嘅同學就喺班房睇直播，請留心以下廣播。咁一陣間要去禮堂參加具體福音週舉行嘅咧，係包括咗中一、中三、中四同埋中六4級同學，所以請中一、中三、中四、中六4級嘅同學聽到廣播之後咧，立即學到雨天操場集合。好，得唔得？麻煩中一、中減少三、零售商之間啲價競爭。落嚟嘅時候咧，一定要帶支筆，因為要填寫問卷嘅。亦麻煩中一、中三、中四、中六嘅班主任老師咧，記緊帶啲問卷去嚟得唔得？好啦，嗱，睇一睇文章，我哋都會有啲功課要做翻啊，因為嗰次就係做咗啲價格分歧啫。係需要好冇？雨天操場集合，稍後你哋去禮堂參加福音。